现在这个雷梦，这个花已经大开了。现在天晴，这个蜜蜂已经向风了。你看，这个花是白色的。我们这边这个雷梦很多，也叫冬桂。有开的早一点的叫秋桂，开迟一点的叫冬桂。这个一直可以开到春节以后。这也是秋天、冬天的大蜜源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，你看，那个也是，这个旁边这个也是，到处都有。这个山上沙树山里面，冬天的大蜜源。